张一山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出演情景喜剧《家有儿女》中刘星一角，从而被观众熟知是一位很有实力的男演员，曾在2015到2016年分别荣获中国90后10大影响力人物第5名和第4名，足见他的优秀程度。说起张一山主演电视剧，立马会想到《春风十里不如你》《家有儿女》《七个我》《余罪》《热血青春》等。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盘点张一山出演的10部最好看的电视剧，你们最喜欢哪部剧呢？张一山电视剧盘点。张一山电视剧盘点1：春风十里不如你。张一山主演电视剧《春风十里不如你》是一部都市情感剧，该剧改编自冯唐的小说《北京北京》，获得了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这部剧虽然豆瓣评分只有6.2，但口碑和收视率还是很不错的。家有儿女，在张一山演过的所有电视剧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属情景轻喜剧《家有儿女》了。该剧讲述了2个离异家庭结合后发生在父母和3个孩子间的各种有趣故事，豆瓣评分高达8.8，平均收视2%。张一山在剧中饰演古灵精怪又调皮捣蛋的刘星，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张一山至今仍带有刘星这个标签。7个我。说起张一山电视剧哪部最好看，细说小编立马就想到了爱情偶像剧《7个我》。这部电视剧可以说是让张一山的演技大爆发，他在剧中饰演拥有7个人格的沈亦珍，得到了大批观众的认可。这部虽然豆瓣评分并不高，只有5.5，但其收视率却很不错，播出24小时网播量就突破了1个亿，收官时网播量已突破30亿，可以说是2017到2018年全网最火网剧之一。余罪，悬疑犯罪网剧《余罪》是张一山主演电视剧之一，还没开播便收到了不少关注度。该剧上线7天播放量累计超过2亿次，并成功以一己之力力压众多网络剧，更是以累计超过30亿次播放量达到完美的收官。热血青春。军旅剧《热血青春》又名《大熔炉》，讲述了在20世纪70年代3个年轻人在部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的故事。剧中不仅是所蕴含的热血气质和军人情怀让人感动，其人物经历的成长故事以及在面对抉择时的状态对现代人也有很大启发。小兵张嘎。电视连续剧《小兵张嘎》改编自作家徐光耀的同名中篇小说，讲述了河北省保定市小嘎子在老罗书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战士的过程。这部电视剧是张一山出演首部电视剧作品，也是张一山演过最好看电视剧之一。他在剧中饰演同乐县城集贤居掌柜的小少爷斋藤太君的干儿子，人虽胆小但讲义气。《鹿鼎记》《鹿鼎记》是由马竞执导，申杰编剧，张一山、唐艺昕领衔主演，张天阳、朱珠、杨奇如、郭央、关心、王芷萱、钟丽丽主演，田雨、王阳、于荣光友情出演，刘天佐特别出演的古装武侠轻喜剧。该剧改编自金庸2005年新修版同名小说，以清代社会历史为背景，主要讲述了出身市井的皮赖少年韦小宝因机缘巧合闯入江湖和皇宫，从此凭借超凡智慧周旋于武林门派和朝堂官场之间，并一路向上攀升的反转传奇故事《八局中人》。局中人是由江苏稻草熊影业有限公司、上海诚心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天津猫眼影业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刘玉执导及编剧，张一山、潘粤明、王瑞子、王一飞等主演的年代谍战剧。该剧主要讲述了哥哥沈凌和弟弟沈放2人原本分属不同革命阵营，最后却因为共同的信仰一起奋斗，一起投身革命浪潮中来的故事。家有儿女初长成。家有儿女初长成是由林从赵牛执导，张一山、张叶子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景喜剧。该剧作为家有儿女的升级版，围绕2个重组家庭展开，讲述了4个性情迥异的子女在各种烦恼困扰与矛盾的过程中慢慢走向融合的故事。是我的父亲我的兵。抗战剧《我的父亲我的兵》讲述了八路军连长傅子龙临危受命和日军加藤部队展开战斗，最终粉碎敌人阴谋的故事。张一山在剧中饰演八路军连长傅子龙，机智勇敢，心怀国家，满腹抱负，更能用各种手段将田守一驯服。总之，观众看了总是津津乐道。